安全好多，特別長者啦，行路又慢。我少快啲嘅，有啲動調解咗一啲啊，唔知點行啊。而家有個走廊可能方便咧老人家啦，係咪啊？安全性好大啦，你起碼唔使過呢條斑馬線先。呢條叫而家暫時嚟係屬於快線，係咪啊？啲車速係好快嘅。行咗上去咁啊，過馬路咪唔使人車爭路咯，係嘛？落雨又唔使擔遮係嘛？好天就唔使曬到咁交關啊！咁我哋東北區坊會啦，一直都關注翻我哋東北大馬路嘅空中走廊嘅工程嘅。咁嗰個工程啦，由我哋今年嘅2月咧，一直去到我哋27年嘅年中。咁由一個嘅望順樓咧，沿途經過7個嘅大屋苑，咁就去到長者公寓嘅。咁就全長係600米。咁都睇到啦，我哋空中走廊嘅工程啦，主要有2個作用嘅。咁一個咧就係實現咧人車分流，另一個咧就係可以令到我哋居民啦安全出行嘅。因為我哋而家東北區嗰個發展係好快嘅，除咗我哋比較熟悉嘅長者公寓啦，同埋我哋望順樓啦已經落成之外啦，咁我哋嚟緊啦，仲有我哋嘅 P 地段嘅置換房啦，仲有 P 地段嘅暫住房，咁加埋一齊咧就已經係超過8000個嘅單位㗎啦。呢個區咧未來將會係人多車多嘅一個狀態，咁亦都希望咧透過空中走廊啦，可以做到呢個人車分流啦，令我哋居民嘅出行啦更加便捷嘅。未來嘅空中走廊咧，可能咧就要更加多咁樣結合翻我哋嘅城市規劃啦。咁好似我哋而家東北大馬路嘅空中走廊啦，咁其實佢係根據我哋一啲嘅規劃咧係後建嘅，就唔係我哋預先咧就係有啲嘅地方預留咗一啲嘅空位喺度興建。咁咧喺嗰個從整體嘅角度嚟講咧，就發揮唔到嗰個空中走廊嘅最大功用，或者係講話係嗰個功能比較單一啦。咁因為我哋咧睇翻我哋香港嘅荃灣嘅嗰個步行系統啦，除咗佢係令到我哋居民便捷出行之外啦，咁亦都會接合到一啲嘅商場啊，或者係一啲嘅交通嘅網絡點。咁希望我哋未來透過都市更新啦，我哋祐漢區都會進行一啲嘅空中走廊一啲嘅工程嘅。咁未來希望喺呢方面啦，政府可以考量更多透過空中走廊可以接入到我哋嘅商業點啊，或者係一啲嘅步行系統咁樣咯。